紧啊，没客户的，我爱只有你啊，做建议啊，加啊久啊，迄要加人知影。我当然你爱看课程，爱看课程，因为伫咧办公台，啊，再有看影片无？无，无咧讲遐大声。做勇气的咧，拢袂歹势。来，咱今仔迄个咱准两节课，所以看一下吼。咱今仔本只是从落尾一个礼拜，咱才会当学习个科技，无咱即摆比如讲两个单元，咱今仔爱甲迄个第二节。上了啊，才会上挂第三节，安尼咱后礼拜第三节上了，还佫有时间做节奏。你要从第6章开始上，对不对？第5章吗？对吧？那不是上完吗？啊，你咱迄个，我知啦，你看老师旁边迄个，你甲我讲。无咱都紧看一下哈，咱第二节内底吼，讲地表的作用，外部力量，外部力量，因为咱讲过吼，咱这个单元是外部力量，外部力量是甲外口的地球外口去外后较平，你会甲创出来的所在换去，甲把咱凹下去的地方把它填平。好，咱下一个单元下一章第二次段考范围讲的是内部力量，内部力量的。内底岩浆热对流，伊个相反的作用，也和咱的地形更加崎岖。咱地球这45亿年，就是这内外的作用，所以无变较平，无变较崎岖，等到安尼，内底痛出来，外口也大，所以变做做多样化的地表景观。所以咱就看外部作用会造成啥物地表景观，咱先看有啥物外部作用。四个，风化、侵蚀、挖温、定震。这四个我甲分类，你讲两个，咱袂安尼分。这独立出来，这三个是组成安尼分，因为这个是静态的，就是伊伫原地，伊无煞位。这哪一个生产线呢？一贯作业生产线，侵蚀可以甲石头敲落来。然后敲落来安怎？搬走，搬袂行，个安怎？推落，沉积了，所以有这几个作用。所以咱先讲这个风化，课本有记足侪个，比如讲，有个所在，伊天气日时的暗时的迄个0度以下，就是会结冰啦。日时个0度以上，这通常是对的气候。第2轨，日夜温差大，是属于哪边的气候？这第不是内陆嘛？内陆型嘛？咱较袂感受到这种是安怎？这跟理化有关哦。咱住海边啊，我们靠海很近，沿海的这种地区，是安怎拢袂温差伤大？你理化有过比热的？比热什么？水的比热偌济？1啊。1大还小？小大大大小大大大
小跟大是比较出来的。对。你比其他的东，你叫物件足少超过去的，啊，拢足细，尤其是固体，0.004。所以水甲比起来是足大的。比热带的东西，伊会安怎？也有潮热。温度变化小嘛。所以海水，咱住伫海边呢的所在，日夜温差就比较小。你若伫内陆，所以咱学过内地就是迄个像讲早穿疲劳穿纱，一种民生帐，就是暗时啊寒到要死，你死都到要死。啊，这造成啥物呢？你若石头旁，你若有迄个水淋内底，伊暗时会结冰，水结冰伊安怎？会膨起来对无？体积膨胀嘛。体积膨胀，会甲伊个膨安怎？变好大，很大了。啊，体大了后，伊是啊扬去，搁落雨是毋是会积愈侪水？对。啊，暗时就结冰，这样日复一日，迄个石头安怎？闭开啊！阮遮做定的，要足久的时间哦。所以，咱的风化作用，总共一句就是，岩石原地崩解的过程。伊会为大粒石头变做闭开，变做中的，啊变做细，啊一直闭。啊，石头闭了，闭到水伊变哪？变沙，沙敢佫会闭开？会啦，沙佫较油变哪？变土啊，对无？土壤就是风化作用的最终产物。所以想到，你想看卖，为一粒石头帮做遐油的土会当种植，会当发迄个植物土，爱偌久啊？上无嘛几啊万年对无？啊，毋过你一个土，你山顶的土，你若土石流安尼一冲去，一夕之间，可以几万年化育的迄个土壤，佮安尼穷厉害啊！啊，又露出光秃秃的石头，伊搁要顶一道，搁几啊万年时间。所以咱想要讲水土保持，因为咱的土壤是风化作用的最终产物。啊，你若光秃秃，你个别把那个就会有植物啊，那个三不五时迄个原始个放落来啊。因为你爱有土壤，你害长树、长植物，会根害把迄个山把它护住，而且植物的根会吸水。啊，你把植物拢撤掉，尤其是你有时候砍掉是种那个浅根的，所以咱山顶定定迄个咱土石流台语咱讲是水崩山，吼。你定看，咱就安那，咱甲迄悬的树仔撤掉，定顶都深的迄个树仔撤掉，咱也种啥？种本啊，搁有种果子、种菜，啊有种啊，种迄个草，种草迄种啊，讲高尔夫。你有去过高尔夫球场？迄高尔夫球场真正足水哦！你无去，你若看过电视顶悬咧高尔夫球赛，迄规个草地真正那个开阔，然后又漂亮。啊，毋过你知影这漂亮的代价，可以把植物整地去种草，而且伊个草拢爱做地拢维护，所以迄爱那个药或者什么都要下，啊，所以其实高尔夫球是不太环保的运动，我已经打过了。后来人家叫我去讲高尔夫吼，我讲你甲我讲高尔夫袂啦，是安怎？你讲一张球，比如讲2000块，咱共款开2000，你讲几杆啊？
你讲迄7、80杆，你看我讲几杆？130、40杆。啊，所以你袂学啊？哎呦，啊，而且我讲迄球吼，因迄讲喙拢是球道，所以你看人讲高尔夫球安那，讲喙甲安怎坐车嘛，迄高尔夫球车嘛，就开过去羽球的落点，因为它都沿着球道打。毋是我讲你，我飞去树拿，啊无就飞去水底，啊无就飞去别人的球道。啊，迄种车拢开袂到，啊，车开袂到，你袂晓坐车，你要安怎？你爱行，所以恁迄拢无运动量，嘿，我的运动量拢足够，所以我讲，恁台湾去拍高尔夫袂好啦。我之前带那1年的老师后才讲过，带过1年1年级的老师，我体育课真的给他们上高尔夫，我不止体育课上高尔夫，那阵10几当前，我们月考的下午还没上课，就是放假回家，中午就放假回家。啊，我下晡吼，找一个段考，3天段考，最后1天下午。我们去高尔夫球，现在已经关了，在那个监理所旁边台糖的那个高尔夫球场地练习场，我这样交100块买去，给他讲，外好耍呢，也有家长来哦，我虽然选上边仔球道，啊，不过我把它插到总了半岁，因为一群国一的在那个球道那边，为什么？哦，我跟他们说哈，来看到那个25码的哈，再嘛给那个球拱桥过迄吼有奖，吼，大家拼命讲，啊，高尔夫球很奇妙，你越想把它打远，你的球越打不远。它跟棒球不一样，它比较像一种叫做练球。您看过人在田赛练球一样啊？有一个链子在那边甩，跟铅球都是那种田赛，然后这样甩出去。高尔夫球比较像这样，虽然它球杆是硬的，跟球棒一样，按跟你爱把那球杆当做是一条铁链，所以下去的时候你等于是画圆轴让它甩出去，所以你的手越用力，你那个速度越慢。你的手越放松，它那个回旋的速度越快，球会不会？所以这种力道都奇妙，越轻松打，越有力，球飞得越用力打，球越飞越不远。对，但过这无啥环保，啊无真正吼，有诶你爱体谅讲上了年纪吼。有诶运动，你叫迄老伙仔吼拍篮球吼，拄啊拍排龙啊入去病院啊，系啊，无在聊啥物运动啊，叫伊慢跑，佫总无聊。讲高尔夫，其实高尔夫很多时候是真的运动，它是一种social， 知道无？交际啦，社会交际。对不？谈生意啦，谈买卖啦，的所在。啊无，有啥？咱的山坡会起游乐园，这嘛是拢水土保持不好。好啦，咱以后会讲到山崩，会讲到这。风化一般来讲吼，咱会讲分做物理风化甲化学风化。甲咱的物理变化、化学变化是有共，我遮无要写。物理变化甲化学变化的差别是啥？物理有化学反应的嘛？化学是工具。所以咱微调物理性质甲化学性质嘛。化学性质，比如讲迄个可燃性，活性，这叫化学性质。物理性质就是
熔点、沸点，硬度量的二点，这种叫物理性。所以物理风化就跟来我问你，我甲拄仔讲的迄个作用，水甲石头用笔去，这叫物理风化、化学风化。嘿，因为无化学变化嘛，搁有生物嘛个，像迄树根伊装落，伊会甲迄石头用笔开，所以这嘛是啥？这物理啊化学，物理你讲啥物叫化学？咱空气中的铁，若做讲岩石内底，空气中的岩石内底若有铁的成分，伊会甲迄铁氧化变做红色的土，这算啥？化学了氧化铁了嘛？搁有石灰岩冻，碳酸钙溶解变成石灰岩，这嘛是啥？因为你岩洞内底，你是它岩洞里面二氧化碳本来水中溶解那个钙离子，然后到岩洞里面，因为岩洞内底有做成二氧化碳，它又把那个含钙离子的水还原成碳酸钙结晶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啥物变化？化学变化，所以这种就变做迄种化学风化。其实风化作用最厉害的生物是谁？是哪一种生物？你知道？是人。你看咱人打迄个炸药气蕊砰，两山就无去啊！啥人教我屁？酒伊伫遐转来转去，树根伫遐转来转去，算啥？咱炸药落去，开凿山洞的时阵。谁的风化作用比我们人还厉害？没有嘛，比不上嘛。以色列，你看迄新闻迄专利炸弹迄珍珠党的领导人，在地道底下几十公尺开会，这专利炸弹下去它不是直接爆了，直接爆炸那个专利不强一颗下去，钻到一定的深度才炸开来，第二颗再继续下去钻，原地瞄准下去，一颗下去几十公尺深的，拢混凝土的地桩被炸开来。因为这个不是科技的，它最厉害的不是这种炸弹，不是这种科技是它的情报。他怎么知道人在那边？他怎么知道人在那边？他真的是很梦幻，被炸了最高领导人被炸了没有最高领导人了，赶快再开会选最高领导人。结果开会的会场又被炸了，不止候选的人，连那个开会那些成员一锅端，全部炸掉。怎么办？3号人物上场不到1天，朋友不见了。然后第4号人物赶快出来声明，我退出政治党，我没有要接领导人这你对这条链看做什？专制政府拢赶快，全世界专制政府嘴面讲什么？我为了人民，为了圣战，实际在剥削人，满足自己的享乐。所以都点被伊的名，不对啊！你为了人民，为了组织，为了这个你的理念，你应该万死不辞啊，出来承担重任啊，不是丢呀！原形毕露原形毕露，嘴讲啊做好听。好来，所以风化咱讲啊讲，亲子搬运成绩有4个力量。第一，这甲风化无关咱只有这个所在，流水，
这里让看我互你的迄个学习单列是断项，好，风，来，跟冰川，海印，海浪，来，咱看吼，第一个，伊这四种力量对这三种作用各会造成各的地形景观，我们来看看会造成什么地形景观。来，第一个，流水对侵蚀作用，来特别讲一下，流水是侵蚀作用上主要的力量，第一点，河流像迄切割刀、雕刻刀会来大地安尼，我流过去甲来划开，一直切，一直切，一直切。讲水会切啥？无，伊日以继夜的流，日以继夜的流，所以也把河流往下切，切成上游，因为流速快，也切这 V 型骨。对一条河流而言，它的上游也往上，好，快一点，向源侵蚀，上游侵蚀。向源侵蚀，我这条河愈来愈安怎？愈来愈等嘛，这很容易了解嘛。你向源侵蚀嘛，所以这条河越来越长嘛。然后，如果它有这 V 型骨，因为它切了，这个向下侵蚀，向下侵蚀就会怎样？我这条河流愈来愈安怎？愈恶愈深嘛，都有一种叫侧向侵蚀，这拢下游它发生，因为你要向源，一定是向上游才会向源嘛，上游的流速快，你才会向下。不过到流速变慢的时候，它没有力量向下了，因为也未能平平，所以这条河愈来愈安怎？愈来愈快。所以你看河流一条正常河流拢是由细到粗。它变粗等于讲，它到下游的时候，它往两边去侵蚀，就让这条河流变粗了。所以这是流水。搬运流水的搬运者是咱的河谷，有一种石头，伊滚滚，迄叫啥？鹅卵石。是安怎？你上游侵蚀来大石头，伊搬运，伫遐起起扣扣，甲用零和角拢抹掉所以行一段路就变做圆滚滚，所以到中游的时候，伊就变做圆滚滚的鹅卵石。到下游咧，沉积出来变什么？咱的河口有啥物？拢为什么出海口那个河口都会发展农业？它有一个很好的地形，很好耕作的地形，是不是叫三角洲？出海口弄点三角洲嘛。你像中国的大河、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，这拢是那个港口的，还有之前是种田你有尼罗河的三角洲，所以三角洲这种冲积平原，这是流水。来，咱来讲风，风的侵蚀作用，风咧吹沙会滑，你有风扇过，太阳不对沙扫过脸还会痛。你若扫在石头上面，石头安尼一直吹一直吹，这石头会互你像咧刷纸安尼甲刮过，刮过你的石头会对一个方向，还是两个方向，因为季风可以改变方向，所以会形成有一面去磨伊的石头。这种咱叫做风冷石或是风磨石。风冷石或风磨石。你若看到石头，可以让一边爱滑过，还是两个侧边爱滑过，因为伊的风量改变，拨两个面，就是它有棱有角的，风冷石或风磨石。搬运沉积咱敢若一家尔，因为搬了沉积落来，这个变啥？若风变做沙丘，像迄沙漠的沙丘安尼
咱这4种盈利吼，有一个名词叫做讨选度，这边讨宝的哦，讨选度就是把成绩有大细了分出来的能力，好，大小颗分离的能力，比如讲，从河流细沙的熊阿河，大颗的花给槟榔的上游沉积下来，来第4种内底讨选度上好的，你认为是对？风吼，风咧吹过，轻的飞到天南地北，对不？啊，重的滚2下就没了嘛，所以风的讨选度上好的，上歹的是啥？水。这4种上歹的是啥？冰川。冰啊，嗯。冰啊，有啥物讨选度？冰大小动又载着走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时候它会把东西沉积下来？融化的时候啊，所以伊咧融化的时候，你不管大细要拢沉积下来啊，完全没讨选度。所以冰川有一个沉积物，一定要有一个专有名词。这物件你应该注意，课本有注意，啊无你阁袂晓着。这读这气啦吼，气液气冰气石，冰气石冰川的沉积物。也特点的大小颗都有，完全不分。好啊，冰川的侵蚀，冰川因为无上水吼，冰川伊是足大群安尼，规个烤过，所以对个冰川烤过时阵吼，伊的力量其实很大。冰川很慢，有的冰川较慢的吼，伊一工啊几公分尔，你徛入边啊，你根本无法度看伊刷顶到。啊，不过伊力量足强的，所以冰川烤过吼，伊会变做一种叫 U 型，相对伊的锥形。因为河流是一刀一直往下切，冰川是整坨安尼前进哦，所以它磨过方式不一样。啊，咱台湾敢有这种物件？咱台湾敢有冰川？咱台湾有钱，晓得？咱即摆无冰川，啊，毋过咱曾经有过冰川。冰河起的时候，台湾曾经有过冰山，所以你若去玉山吼，我会记得我为东势遐吼，要为八龙关行去玉山的路上，你会看到啥？我会讲，你一般看的山谷是毋是安尼？这叫微型。微型就是安尼，因为这是河流嘛，干切落。啊，毋过遐个所在，那有心湖的所在，你会看到这个山吼，毋是安尼直的，伊是一个安尼小可有弧线安尼，安尼有弧线，所以这种地势就叫做 U 型。你有知这个所在曾经有冰川，这个冰川侵蚀造成的地。好，我那里精神不济啊！我迄个，我这不知啊，我讲，我要不要？因为我在10月30的那个星期三的课，我还给这是1年级的本土语课，我给这节公开观课，这公开观课是好好老师，这是开放校外老师，而且是宗教大办的，所以宗教大教授会来。我第2节，他们去我1年级的本土语课观课量，因为我平时在空堂，我们会开会议课。我现在在考虑，如果他们有空，邀请他们继续来你们班，你干嘛干我得到？我觉得
太油。爱不爱？因为我主要因为他们是宗教大台文系的教授，他们主要是要台语教学，所以说咱印尼亚上课台语课。啊，不，因为我这嘛是我这神意识教育，啊，所以我有这个想法，啊，因为反正我这拢普及，啊问题是咱无看到你，啊你讲这哪困的是前几天睡眠不足其实恁知影啦，1年级到3年级。那个就是上课的那个活力哦，就年纪大了哦，到3年级那年纪大了哦，就开始下沉。啊你来进个开始假，哈，放到腰啊你啊，对啊，我这样那边掉了。哈，上课咧，你嘛先报备者，啊，啊无你是血糖过低，无上会分离你啊，啊，好不要紧，安尼爱听啊，嘿，这因为你做的，验收成果。其实我实际上讲啊，我感觉现在的教育哈，我爱越来越让你们体会，你们来学校学到的东西是你们的，老师强灌给你的，就学习效果而言，一点用也没有。所以我在那边比你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但是另外对其他的老师怎么样？因为每个老师看法不一样。我的看法是讲，今仔日你来，你以后学到啥，对以后有帮助无？这拢你家己的，嘿，啊，甲我无关系。你趁钱，你也趁大钱，你也袂撒钱来互我啊。啊，莫讲恁啦，阮囝我都无2万的，搁你。我小孩我都不敢期待他这样。所以怎样？你们到学校来是要为以后你们的将来做准备。我强行逼你们灌输这一点意义，而且没效，又那么费力。这物理上而言是做无用的功嘛，做工的一定。来，海运的金子的做成啥？你有看过沿岸那种奇形怪状？荷兰比还是迄个垦丁遐有啥物船满石、青蛙石？迄个是海浪侵蚀，所以做多啦，你写简代表迄个好啊，你也免全部背起来啦。反正海蚀什么什么的，什么海蚀海、海蚀平台、海蚀洞，朋友要做有名金鱼洞，你若去绿岛、兰屿，你会看到啥？军舰岩，应该是，伊个绿岛、兰屿我袂记啦。迄军舰岩真正都是一下军舰哦，都有炮塔、啥物舰台哦。迄相传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军以为那日本军舰拂晓风起嘛，看不清楚。那时候又是那种最简单的，没有什么雷达侦测，用飞行员自己目测，看军舰一直崩，讲这军舰也崩袂平。这个太阳出来看是石头。来，你若是这种搬运成绩的结果，你可以上沙滩，是沙洲，沙滩跟沙洲有哪无共？一个是滩，一个是洲。沙滩是跟陆地连在一起的，沙洲是外海。
它可能有部分连着啦，但是它不是陆地直接延伸出去的。啊，所以外山顶洲啊啥哈，体积严格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差错。好，这四种，来说来咱讲迄个河道平衡，一条河啊，经年累月的流，碰出来地方会无宽，迄个落落所在嘛有困平，伊的河道会变平滑。啊，毋过今仔日啊，比如说你只甲好一个空，你会破坏伊的平衡。安怎破坏平衡？伊的自然力量会去吞这个空，伊安怎吞？它就把这个洞填起来，它挖哪有东西去填？河流是这样流下来的嘛，所以要侵蚀对的所在，就这个空的上游，袂当逆流嘛，所以这上游加会口站出来，我那很平整的，伊个口来，啊，你把这个空吞下，又重新恢复平衡。啊，无这个过程中吼，才袂变较深。啊，你若只拄啊有桥，有桥墩，啊，本只台地下骹侵蚀是材料，这个桥墩就安怎？桥墩裸露，如果天大水一来，这个桥的桥会安怎？去冲去，啊，你若啊，你若住伫桥顶悬呢，哦，那个气球来，高屏溪那个什么万大桥是什么？就曾经发生过这个。车挂台车呢，过去的搁倒退愈落去呢，啊袂当啊撞落，啊袂过一半，当啊直直撞下去，啊一段迄一堆车落海啊，这袂种，啊且你想啊无代无志，伊甲遮乌孔，你想要压乌孔，都简单啊，砂石就是什么，建筑材料，很贵的。啊，不然你就要靠近。所以我来讲，有高力，有那个暴力，通常就会吸引什么？黑社会、暴力介入。所以黑河川员官员，你真有够可怜，你巡逻咯，有人才互拍啊，弄啊上北。所以你有这个等于说有丰厚的暴力的，一定都有非法介入。所以其中啊，无你无管那个生命财产损失。好，咱来讲海岸线平衡。海岸线平衡就是变一条河流冲击路下来，在海啊，在路，海流会干。拖走，所以长时间下来也达成一个平衡，这个海岸线。啊，不过今仔日若冲击下来的变多，变较侪，啊，拖走会赶快，所以这条海岸线安怎？会为海较推进对无？有海埔新生地，啊，倒并回来，冲击下来的变少了。大走的时候，因为海还袂变啊，河流它老变。啊，所以若变少啊，海岸线安怎？救伊啊！迄厝人住起伫遮要安怎？怎变伫海里？变大人无啊？啊，要买一下船啊，大家回家就坐船啊，可怜。来啊，问题来啊！是安怎冲过来物件会变侪变少？来，啥物时阵会变侪？什么都会增加，发生什么情况会增加？刚刚讲的啊，你水路保持不好啊，是嘛？山顶的土拢冲入海，啊冲入海就安怎？就增加啊，啊啥物就会变少？想要冲下来，是不是会变少？你这乌是毋是本来会变少？啊，你有人写你乌这是为了啥？毋是不止盗采砂石哦，你大家乌有人写是为了要起水库、建水库，
所以你建水库还是燃沙坝的时阵吼，你有哪会影响，造成它沉积物减少？结果下游的从安怎来纠正起来？你要北武功，下一站来三大类基本原子，你们上过啊？有啥？火成液、火成、沉积岩、玄武岩、变质岩。来，我问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你根据啥把原子分成这三类？你根据什么把这原子分成这三类？成因啊？成因，对，分类的标准你要知道，咱物件有两一种分类哦。你想讲咱人，我们可以按性别分成男女，我们可以依照年纪分成老年人、中年人、青年人。所以你的分类原子分类赶快，咱这个分类让混这几种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。依照形成原因分成沉积岩、火成岩、变质岩这三类。好，我们先今仔先讲到这，咱后回跟详细小解这三类内底，搁继续去分类。好。